現年54歲嘅鄭中基，舊年6月被影到同爸爸鄭東漢現身家事法庭，之後發聲明證實同結婚13年嘅余詩敏離婚。事隔差唔多1年，官司原來仲未完。今朝27號9點10分，記者直擊鄭中基同爸爸坐7人車，再現身灣仔家事法庭。鄭中基剪短咗頭髮，着西裝，率先落車，神情凝重。兩父子都戴住黑口罩，快步行上法院樓梯。鄭中基一見到記者就眉頭深鎖，冇出聲。鄭東漢問完邊間傳媒後，禮貌講聲拜拜就一齊入大樓。聆訊近5個鐘，到下午1點55分離開。被問到案件完結未，鄭中基無奈話：未啊，可見雙方仍未達成共識。再問鄭東漢點解陪個仔出庭，佢嚴肅話：我自己要出庭嘛，點解？俾人拖落水。問到係咪都要俾贍養費，鄭東漢話：講過唔好拖我落水嘛。追問前新抱要資產定現金，佢苦笑，冇講呢啲。之後前後腳上車，記者隨後見余詩敏喺律師團隊陪同下準備入電梯，一發現有記者即轉身折返，明顯迴避。